有名堂，来到那俩查甫茶站，爱等伊三将西妹骑摩来，日头落三杯，日头落三杯。爱掠下伊三人拄掠为登记。基本客家人有名团，来到了提phòng，等伊三将西妹掠为孙新做的象山，倒带形容无来呢。迄俩西妹无，无看到人啊，奇怪，无看到人啊，嘿，哎呦！老总顾，你对那位走出来呀？我一直伫了，我等就讲啊。你唔系喐，你讲客家话好咯吧？我等你等足久的嘛该。我混血儿啦，我爸爸是好咯你，阿妹系客家人，我等你等长久咧。我等你等长久，我根本年来学客话，学客家话，学客家话哈。哎呦，根本客家人有名堂，都可以唱到啊吼，廖以桥。大家好。欣赏清新等人写嘅廖以桥，系按新竹象山嘅客家妹嘅哦。做戏演嘅佢，是作为当导出嘅电视剧，还有天影，还主持过片台嘅旅游节目。本位的新导演比作系新一台嘅明日之星咯。阿妹係客家人，頭半嘅時間阿妹冇教我講客話，因為他都會在閩南人家裡，所以小時候都是講閩南話。然後我覺得很可惜，然後回到那個阿公阿婆家的時候啊，他們我覺得客家人厲害，什麼語言都通，就是客家話會講，閩南語會講，國語會講。你故鄉喺象山係啊？係啊，我喺象山人啊。你有來了火車站坐過場？有哦，高中特殊的時間啊，最高條阿妹就時差，在挨來了位，抽泡茶，抽泡茶，對，抽泡茶。哦，看到冇？呀，這邊看起來啊，都像啊日本的。是。你看到這個material都是以前那個真的日據時代，從阿里山那個山上這樣子送下來蓋這個火車站，全塊木的火車站，台灣唯一。這個已經有大概快90年的歷史了，到現在還是很完好。對，它以前是有上白色油漆的，它把那個白色油漆都弄掉，然後讓你看到原本的樣子，做一點修補，但基本上都是一樣。該基本呀吼，你要塗顏、青顏、紅紅，唔想撩嘛，黑馬該頭，馬該頭。但是我是媽媽姓涂，那邊是豫章堂，但我知道姓廖有個很有名的。姓廖係什麼堂？哦，威武。把它倒過來。武威堂。武威堂。操！啊，甲根本我上後了尾啊，後山後水後鋪梯啊吼。夾，你來去尋根之旅好嗎？好。那你該回家咯。等下你就往外跳。好。1、2、3，好，起來。好，根本要乖哦，好，來，到嚟。無禮貌，唔好再個教書又壓出嚟啦，認真地位。劉以橋上渡頭過後，2三年轉到桃園觀演。雖然講廖爸爸唔係客人，不過也偏係另一群都想了解客家鄉親，行嘅係台灣東漢建嘅丹香總頭喎。你倆來到啊，桃園市觀園區嘅五味里，搶到了。廖理事長你好，你好，校長你好。哦，你好，哎呀，你客家講什麼呀？我想了解什麼呀？係啊，哦，來到了了解公堂地靈人傑啊。呢只祠堂就頭擺哈，我哋祖先啊，來到了大位嘅時節啦，就到了只祠堂偷之後就草料，哦就乾過。干那些呢，到了產落去啊，所以說你頭天有技法哦，千陰天然九曲水啊，後有提修時施性，跟住嘛，啊你係頭天啊，公堂頭天，哦，跟有條九曲橋，哦，九曲橋是算了台灣啊，唯一出到一條九曲龍水啊，出來哈，嘅呢個咪截彎起直啊，全部都賴強強的，所以體力先破壞強強，攞一輩嘅出裝吼。當建區甲當初圍道吼，會滅掉你迄些哦，
卡多出来上去了，然后懂啊，总得不一没退总得没退。对，它那个九曲沟啊，不能被它截弯曲直，要保留这个龙脉啊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廖家这很厉害吧？头前就係講民國72年以前啊，你到土壤到日本時代啊，像窮陽啦哈，到了個音響啊，像會做乜嘅委員啊，做埋鄉長啊，你摸到了公堂了，佢遵守了啲莊家統一啊，還有唔是閒的啦。祝公公走燈，家走燈。所以你看重的，你要出来当艺人，你应该要先经过廖律師。沒有，不是經過我們家族。所以現在還沒有紅。摸嘞，下吼，不錯了，沒有各剃山頭咧。所以後尾還有記吼，啊嗱，後有提出事實先吼，就講啊，你嘅樹啊，後尾啊吼，後背全部像森林一樣，像森林。啊，你有只公園，因頭擺講啊，啉本園有只啉咖花園，但是啊，你唔知講啊，啲蛇蟲公啊，內推族啊。你個刺通後背有只廖家嘅公園。哦喲，夾來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公堂真嘅很強哦。廖屋宗祠嘅後背，係有一個安靜安泰嘅公園，做得上到廖屋的當天，當有實力，還有財力咯。廖律師長啊，廖家無簡單哦，廖看起來像貓誒，係哦。还太没有没sä没有哎，小钟哥有没有像那个行天宫一样？有，很太很厉害。真的哦，冇简单呢吼。哦，那人头头吼，个肉肉只就红哦。他以前是长这个样子，对，他厉害后哦，因为啊吼，子孙啊吼，大标有成绩，古寿俩公堂啊吼，去都按讲哈。小钟哥，你知道这个多有成绩吗？怎么说？我在这里可以说，路是我家开的，地都是我家的。啊，没错没错没错。真的吗？这个没错，这个你在公堂哦，民国77年的时间啊，7月16这边落成，俺哋系列只公堂的时候，也冇发政府的钱，也冇留你6年多，俺以前该下咁全部你拿出来哈，冇啦，俺哋用一方份啊，一方份就按银锭来收一等收2000塊。那以后我要选什么，我就来这边拜票，一个亲友票这样子加起来。哦，你今日来了节目做算了后转移是台风的。我今天第一次才知道说，原来廖家在这边桃园观音说有这么大这么多人。哦，而且枪兵拜祖的时间吼，阴山阴海，咱连4点人是可以去拜到11点，他就了1-2点吼。现场随时维持1-2千个人。哎呦，你看拜都安不了11点。喏，他就了11点，他就了1点，他就了1点。真的像庙会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他们随时都维持上千人，1-2千人在这里。1-2千人到现场诶，你就知道廖家你有几多人哦。我哋俩排下人有1489个，俩但是有到高薪的啦，或者是流体的啦，俩差不多有1700个排下人。1700个，如果係早啲咧，銀锭咧上一副冇到啦，5個銀就好啦，差不多就3萬銀要。3萬銀？冇包括補養銀哦，其他方全部到你100。4大房，內台組到你全部分開。哇，那我要加入這邊，我可能要當第5房。啊，第5房？你沒，不可以哦。那我們祖先已經走掉，不會娶小三哦。他就只有這4大房，不會第5的，沒有第5房哦。伊佢話：你唔好咩唔錯嘅啦。史太房講嘅係廖屋擂台主廖思聰，講是個污水橋帶來嘅事業來嘢。啲唐山高台灣嘅年代，鬼屋大社愛帶人來係當漢奸，咪當鐵皮嘅哦。我想講隻東西，哪個東西？你也一定冇想到哈，你鹿用嘅動物法。他剛你有沒有同拍過這麼多集？你們的爐啊，是我看過最漂亮、最像行天宮的。我講哈，你隻爐哈，1000人共進。這是青銅做的嗎？對。我要爐銅獎咧。我講俺這個人會會講倆係按落埋天公爐、三太大爐、天公爐，唔錯。因為俺哋倆吼信下單，俺哋做嘅時做好快咧，爐猛好，倆好嘅時爐內咧快咧，落唔內咧，我個調查調唔落來。咱有按錢哦，叫個地都混了污染啊，蒙染啊，然後反駁啊，你哈，會觸到你啦哈。咱就是咱阿公婆得教，體力先生看過，講哦，做得到了表，咱個就調了來表。一般客家人也好啦哈，滷到頂分唔出頂，這是頂，你頂哈，啊你兩兩兩下，春出來哦。
子孙年啊，等于我说你来拜，阿公婆你来谈，你蛮有用神音的音啊哈，像用神音 Q 好了有这个命。我命做薯片用谁来啦？命做薯片是用谁来啦？两个都想要。阿公婆就躺多啦。是双胞胎。双胞胎是两下来，两只手来。安安的，做的双胞胎的双胞胎，都是双胞胎，俺没懂风气哦。你有刚刚发现我跟个祝贤讲哈，就是说怎样讲？大家吼做的靠客家人有名堂哦，吼。然后你讲你讲秘密哦。我听到了。正经係當特別嘅雙語搶同泰典，了無來台灣已經有10月台嘅，經過266年嘅開機生日，一下武圍里90%嘅人口都上了。頭擺按到唐輩，一下用假唐河武圍來做天命，未發現見證嘅了無人開墾亞地土地嘅歷史。看下呀，這個是實木的嗎？因為貴倉嚟掀落去。哇！貴倉嚟掀落去，沉下來嘅，會快步，上下來，所以一聽未急嚟哦，一轉嚟哦，一貴神嚟10步嚟哦，貴倉嚟冇急風，請冇急風，所以咱做香港嘅運動是有咧，咧關門當衝呢，我哋冇關呢。這已經是算神木了吧？算神木，這是神木。呀，是在客家人差不多有嘅啊，建鳳廟啊。哦，建鳳廟係他年才有的。才有嘅，客家人才有嘅，客家人又有關嘅。當初修士早啲大家又電錢又傾難多哈，所以修士仔還是一啲侵略修來啦。人家有錢都買唔到嘢，要好好保護。難怪這裡叫五威里，好厲害。你看下咧，古時候吼唔想了嘅，人同好吃嘅五味堂。了無宗祠係啲武圍里嘅東昂秘所。子孫就宗祠來做中心，向南北擴散發展。從嚴東因為講，係老祖公體力顯到當好，將本子孫順勢發展，存錢買地，一下嘅了無將有安尼嘅成績。李師總，你阿土你兩啥吼，來到了地方啦吼，係哪位啊？你又來到我了無公堂，冇來也是唔錯嘅。你有問講？兩隻直轄騎士啊，係遷突然時間引起乃至北部啊，可能保持最完整的啊，你客家人的羅佛方。直轄騎士，對，有直轄騎士，他是騎哪一種摩托車啊？來，唐颖講啊，哈，來大邊懂東西懂咩？譬如大林路車嘛，大林製藥，對，還有嘛個大林玻璃廠，大林玻璃廠，對，那全部了解有關係嗎？這是退潮退下來了，哎呦，Michael Jackson 啊 ，Michael 啊，45度是 Michael 都來這邊練舞，然後逆風走就會。可能保持最完整的啊，你客家人的羅佛方。直轄騎士，對，有直轄騎士，他是騎哪一種摩托車啊？騎這個騎士？哦，哈雷啊！騎士是講，你係加不開啦，那個騎士，沒有，哦，看到沒？哇，直轄騎士，那羅木真勁強哦。因為倆風吼，東北風倆就動態嘛，動態。哦，浪天那些浪了，幾轉關，見面為浪嘛？哦，見面喊浪，喊浪。唐以貢方啊，喊阿郎嘿。哦，但是佢你到落山的時間啦，佢彩霞凍江，啊，拄好呢，彩霞啊，你倆偏船偏東方的嘛，哦，還去拄好照過來，哦，直轄騎士是講，望下你的子孫啊。有兩隻提氣啊，哈，出去好發展啦。哦，看，剛好直接迎接那個紫氣東。對，不過最重要誒，你都想了誒吼，當時啊，你有冇落腳都咧講人家地方？哦，乾隆19年啊，我主講到嘅廣東啊，徽州府啊，嘅抗都陸豐人，當初來嘅時間錯埋山嘅，可能風頭翻山。咁個清朝嘅管理嘅山嘅時間啦，咁你馬上走，去唔地啊，跳冇人科學，有天羅打是地啊，哦，你風色的哦，是超山人走啊，哦，
所以去对水性那边下了解。热天的时节啦，够了。顺应该了，这都摸马力嘛。摸。所以通山果推湾的台地全部都是夏季来的。类煮雪葱贡啊，坦公推湾啊，物产丰富，那土地又肥沃。他那边来落大个主基体的老啊，哈，专门下骨体。雪葱贡类落了头也摸买条路嘛，哈，又可以2、3个片啦，哈，种番薯啦。哦，肉牛啦，啊，紧打紧发，紧打发紧发，77度啊，你应该大绝丝啊，变上台个片哦，金富两片下来，77度幸福嘅15件哦，台地千户爱嚟土地，加八甲，最多嘅记录嘅先爱嚟有史泰芳嘅体重嘅3方，一方是有280人甲，因为我们工地放的，现在只剩下一个指甲机。唔，还有吼，差不多雪葱贡来到台式嘅技术工人，嗰啲寮屋有5只技术工人，钓鱼还有50架。还有50-60架，哈，60架，还有60架。从以前的。古宋啊，我看下，来吕波都看一下好。寮屋整件系家太压太，最高纪录是有800人甲嘅土地。也是认真了无种错，意识当强，不准子孙轻采买土地，将会变做铁油嘅单向总头。治下其实啦是太风嘅，过后以防许多新族主动发展，未变出当好嘅成绩。我常言讲啊，吼，来大边懂东西懂有没有？譬如大林路冲嘛，大林制药，还有嘛个大林玻璃厂，大林玻璃厂，对对，那全部了解有关系系嘛？全部我爸爸哈，创建的啦。哇！大林药厂差不多民国47年创建，和大林玻璃，民国39年，都有了创建。啊，所以系真嘅富二代呢。系啊，有暗影是底下了解你逢的了大边都真紧哦，都有成绩，他甚至有大林路。它还是它这个名称来命名的，给它产业有做到给它的，给它事业有做到给它的。哇，今天真的觉得廖家好威风。寮屋以房嘅福报係頭擺按照泰國嘅素材，所有嘅建築材料都係對中國福建來嘅。門前嘅石柱燈係刻的祖訓，武力做3分，全面漢定，講嘅係3國時期嘅將軍廖化。天數6批來爭天下，威名永萬世，基礎宋田，也係宋朝嘅公僕尚書廖公，還有假戲嘅來嘢，特沙俸祿有2000石，只有50年總共萬石，人講係萬石廖氏，希望廖屋子孫功成名就，能文能武。門初黨和黨對廣東太仆，請係有名嘅師傅來刻，還有一個神奇嘅故哦。这矮的，嘿，这狮子啊，这个是邱玉波和那个邱正邦这2父子，他们是那个做这个雕刻董有苗他们来台湾的时候，他们呢就被邀请来说，来刻这个2父子来比赛刻这个狮子，但你猜，哪边是爸爸刻的，哪边是那个后祥刻的？看不出来呢，我想你系家来，你系爸爸，错冇？唔错，哎呦，有问过。爸爸从后上比赛，但是爸爸比较大嘛。爸爸较大。对啊，爸爸虽然我们是比赛，但是你后上点点的，闭嘴。哦，我公方。我公方，所以这个这一块块。爸爸做的。然后这个手面无公花，是那个后上。哦，家来做的。做爸爸已经吼，去卡台嘛吼，用2片。2片下台嘛，2片用来嘛。落底吼，你全部有贴的金吼，按金按你球碾退球了后，个金慢慢探体，也有了薄长长的哦，真挺有钱哦。真挺有钱哦。那木头上面还有金箔哎。你看，有钱又会读书。廖鳳儀房嘅廖元健對日本留學轉來過後，就去嘅泰林製藥廠，專門生產2戰當時有嘅葡萄糖、太公沙水也到藥品。過後又創立嘅泰林玻璃廠，學者來做生意，為廖屋嘅歷史又加添嘅一筆光彩。李師祖，該你下間醫房嘅啊吼，香料嘅全部都來去擺係冇？冇咧。冇，啊，佢哋有跳吼，跳到交通冇方便啊，所以伊平常嘅節日會到2擺。哦，
咱唱名的时，全部袂专业通背的人诶，安尼应该抬公汤摆。嘿，哦，所以冲都有豆米都冇分出去，一直遐为有只新竹牌子为了奉骗大家拼装组咧摆。哦，免时咧甘心，但是啊，你到民国101年的时节，7月29，鸦片中啊甲服全部甲转移的，所以掠老掠千母牌咧，遐挂唱名啦吼，做供气的了啦吼，轮到全部转移个牌咧。球拜看到迄个同好的时节，我唔知讲迄个同好他乜个意思，只会觉得说，好像就是跟他们可能来源呢、出生的地方有关系，不管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。可是因为这次要来拍这个节目的关系，才知道说，原来我妈妈那边姓涂的是玉章堂，然后姓廖的，虽然我爸爸那边是闽南人，但是我也知道说，在客家人姓廖这边有个武威堂很有名，而且很厉害这样子。行人嘅團結力，還有濃濃嘅團結力，對個人了解就做得體會到。你可以做到2-3年來到嘅香山，以後愛帶小眾去海上搞玩嘅。你粗料茶哦，哪位啊？我要去做鵝。做鹅的啊？这边这个香山的科很有名。哦，真的哦。已经很久了，几十年了。哎呦，你不要呛到了，那个太狗。那个真太狗，整太狗的呀。哦。在屏东营啊。哦，屏东营哦。对。哦，屏东营。下赶紧。哦，你家带到了位啊？对，因为新竹出美女哈，来这边传播以后就住在这里了。哎呦，你走的呀？哦，去嘉义不在开会，都属于竹法，你那位没有？这边不是，因为香山这边是湿地，烂哪全部都烂哪。都不好行，就是很难走。而抽料茶沟黑，而且还要看那个潮汐，因为这个是退潮退下来的，对，它原本正常这都是海，都是海。哎呦，你聊这个，阿姑那个口误来。Michael Jackson 啊 ，Michael 啊，45度，你有看到？Michael 都来这边练舞，然后逆风走就会这样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这是奶嘛，拉奶，脚踩下去，身体可以起，它不会也掉下去。这雕出来。真好搞呢！香山係被台灣侵發嘅濕地，生態當豐富，現時列做係保護區。800年前當地居民竟然啲野味學學為咧。哦，哎呦，喂，下姨，謝你哦，謝你哦，好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叼住了，来45度表演一下那个 Michael。啊，我那讲啊，听一摆啊，看到啊，那湿地暗滩的啊，暗滩暗板的啊，还有最特别的，你一定要抽点茶来了不一样哈，一定要抽茶，其他茶冇法度，你都了你不会度，对啊，哦，你看风大到椅子都吹到，风动胎啊，风动胎。平常时啊你我来了 VVL 哦，我要体验下包围啊抽料茶要几多钱啊？6000元，6000元，6000元，自己包车是抽的，包茶，来到了 VVL 是做的体验，因为是然后整太狗，是体验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哈，加味油啊有太狗哦，带上去的，哦，把后诶，看到吗？哎呦，可以哈，哦有，哇，汁都流出来了，哦。你看这样，好吃吗？好吃嘞，好吃啊！有厚的米头，现捞上来的，哇，晶莹剔透哎，好漂亮哦！最新鲜的哈，哦，这还流汁，会炒的，哦，你这便宜哦，哦，我跟他好色吼，好色，总甜吼。全部是自家的啊，自己养的。他们到一年四季都可以收成，都有，全部有，全部有。我上啊都冇啦，我是撩人的啦。你是撩人的。朗田史嘅整太狗是某州啦，你平常做的是热田史。热田係。因為熱田史佢嘛較皮，係啦較皮咯。看到了後，都帶有幾多隻鵝嘅都離開度啊，你有冇講？我看日鵝嘅，有咩鵝嗬？就一地方有就試嘅咧，試嘅咧，也都係都真係下人度爭，也都唱硬嘅哦，
都还有鹅肉，它也有空空的都细的。哦，你就可以用敲一敲。哎，俺还像俺这没用敲，俺这坑是底的，坑都底哎呀，有点微开的那个就是细的嘞。坑都底的。哎，古时候我们说的坑啊，像这个就你看，一个对不对？两隻、三隻，真緊要3隻喎。哦，有誒，哦，講行到水哦。哇，哦，含肥哦，含肥哦，這個好大的，比剛剛那個還肥哦。這主要要我好，一隻哦，一隻，我聽一隻。哇，真嘅。真嘅哦。這個每一個都好肥哦。都東皮哦。東皮哦，用炸哦，就是只要裡面有鵝的啊，它那個嘴巴都閉得特別緊，很難挖。哇！你有聽到這個聲音嗎？有啊。這裡旁邊有個空軍基地，那個聲音我一聽就知道是幻象2000的。很厲害，你用聽的就知道。證明幻象2000。嗰人來，他是喺那搶點不應中餐。開口口嘞。點啲中餐係冇用嘅。高興呀！牛很重要哦，是说啊，海里面的牛奶呐，你咬的时候那个好像牛奶汁，你知道吗？很濃郁，對不對？都是。哦，有兩個開哦，走，誰冇伸hand度？海拳，兩個人女生，剪刀石頭布。你有聽到這個聲音嗎？有啊。這裡旁邊有個空軍基地，那個聲音我一聽就知道是幻象2000的。很厲害，你用聽的就知道。證明幻象2000呢。我每天小時候在那邊抓飛機許願，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飛機。這裡有個空軍基地啊。在早上1936年，香山學會品質當好，日本台灣新聞社評作係全台灣第1名哦。因為你要懂得態度過來去學啊，你有冇講起台灣然後態度無強弄到哪位？無強嘅嚟講，以包裝，無重用。哦，第一個包裝就不一樣，態度嘅包裝很用法。包裝有地方有水，真空包地方係有水。哦，真空包裡面有水，那個就也有放嘅防腐劑東西，那唔會壞。那台灣的就是一定是最新鮮的，它就擺在那邊賣，就只是按用別人賣啊。態度個來吸拍，台灣的咯，台灣的就看黃色，係嗱，然後也有度啊，有厚度啊，係嗱，比較偏黃一點。那大陸的很白，東湯。嗰人來，睇到人那搶，哎呦，泰國會搶你是學的呢，見唔見中餐？泰國烤嘞，是不泰國搶？而家見啲中餐係冇好用嘅。高興呀！高興太粗啦，太油。你們可唔可以搶還是吧？高點是太投支票。嗰人來一個嚟就，嗨班人才搶，睇人一搶，兩班人冇搶，因為冇好用搶嘅。小祖，唔就唔好再個為難整泰國誒，等下人切對本人食到飽。香山係被台灣搶油嘅莪田區，頭擺是現在開喺污染模特，過後環境改善呢，香山學會咪漸漸咪恢復嘅頭擺嘅好光景。看到你啊吼，你啱擘開時間標上去嘅啊，也就是去年嘅，去年嘅標上去嘅，該用擺來學咯，該是嘅標上去擘開動。然後嘅如嘅學嘅吼，聲音，也邊個也我老嘢打佢嚟，我用標嘅嘅，吼，那就是也睇實嘅學嘅吼，我老衝到那度踢去咯。我差唔多一層一條啦，自己學嘅，他學呢隻佢拿來雕去咯，唔分正嘅唔來看都要學，寫隻個學。哦，當這邊咧，拿落去睇隻嘅學，都睇隻都拿落香雕學，會省學嘅學，省學變成愈來愈太旺。哦，如果長發幫唔關太，該裡邊有冇動態嘛？我這唔敢說咯，動態，動態啊！哎呦，就變成那個生蠔了嘛，直接去接了，有的比生蠔還要大。唔過泰國人每年啊吼，
该啊客家人就要提防啊吼，提防啊吼，中了哦的吼，有几多年的历史的对哦。也唔要讲客家人啦，参加也状况哦，参加是客家人，嘿，该用按 T B 按厉害，咩？我拖也好，我讲有好多人。哦，哎啦，古宋银行也不用天数哎啦，我讲有好多人，我当个頭擺個我上來一個冇買個低工資冇買個錢啊。哦，低工資冇錢，嗰個我講又冇嚟中我嘅。哦，有啊用買呢，兩窮買冇50萬，冇我嘅買位呢。自家去買嚟。係啊，買嚟插嘅。買嚟插咧。一輸嘅嗬。一輸幾多錢？啊，一幾130樣，唔可能差不2年路差唔多冇幫佢哋。哦，是幫的，2年壽命只有2年。嘿。香山真經當特別，我細時間都老骗人講，我係混血兒，就是不只是因為閩南跟客家混血，而且是我住在梯峰啊香山，它真的是就是閩南人也有，客家人也有，然後都混居在一起。今天有去那個做藕啊，那個以前都是很遠很遠的看，但今天第一次走到這麼近，看那個地方，然後就覺得哇。原來這裡有這麼大一片，而且近看原來它是長這樣子，而且還那麼多。8年前對中華移民來嘅澳農，老學澳技術擔任香山，將有一下嘅好光景，也按多年來澳農老傳統產業轉型變做休閒農業，本行客多人做嚟草地田牛茶來體驗採澳味嘅神奇。家下下面啊吼，流去街啊吼，澳的田咖啡看啊吼，不過無最近濕到啊吼，好濕咧。你下來只，然後你聽我看到啊多哦，我說你澳來濕啊，香山的澳都帶有幾好濕，對講有？比我沒大幾歲而已。對啊，我50歲咧。我50歲，看起來看來36歲聽，係啊，東香山是因為吃這個，常常吃藕的係啊，是藕啊，哦是哦，是嗎？全部拜託打包。偶爾唔但像西來是東後，還有上哈。我西末是不是熱還有上？啊，開始香乜香嘛？㗎？香的。呀，姓葉。哦，姓葉的。葉是什麼糖？係人家同我那個。南洋湯。啊，點會有幾幾類啦？一有適量。我分析。係最新鮮咧，好唔好？好來。小總唔好講多嘞啦，這條街做出啲順豐準備嘅。現採嘅香山澳味，帶殼來配清光熱。你看，大家都又吃又多水呢。對，可以自己控制火候。哦，這個好甜哦，這個汁滴下好甜。我比較聰明，吃這邊。它那個甜味，那個湯汁在裡面整個包住爆出來哎。我們今天現採哦。又用我吃啊！來，喬吃。你偏心哦，全部比誰不會生了，我比誰來生了。很強啊，很強要先啊。很重的哦，誰來當哦？哦，還是你試試。哎。哦，要。哦，真有錢。講 hamburger，真品種 hamburger。哇，你那個好大顆哦。哦。好什麼？真品 hamburger。好吃。有你講啊，我是說啊，海裡面的牛奶呐，海裡面的牛奶，你咬的時候那個好像牛奶汁啊，很濃郁，對不對？好吃，哦，有兩個胎哦，一球來一個，誰沒生很多？海泉，兩個女生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啊，海泉，哪種都是。哎呦，你看，香山我的呀，啊哦，哎，我幫你接湯汁。哇！哦！美食不用投錢，小總唔顧唔是有錢嘅禮貌，殺老一口上掌聲呢。減開嘅香山改變嘅傳統係第三度客人嘅生活方式，也為嘅客家鄉親亦是太開嘅松樹，一步一步建立自家嘅家業。喺香山還有另外一種特別嘅景觀。以求推薦小總天初我嚟看奶，想看到大家頭毛毛嘅，原來係一定針對海殼現流嘅魚啦。聽講啲鴉片買魚嘅啊，我要用長嘅呢，以求也尾嚟接來也會買哦。
哦，不得了啦！你遐来到了铁缝啊吼，你强山啊吼，某想到有按特别的缝丝了买诶，它就是在海的一个地方呢，会设置一个用网子把它做成一个渔场，然后它会到渔船那地方呢，它固定会有些鱼会跑到那里面去，它再把那鱼抓起来，然后最新鲜的渔货呢到这个地方来贩卖。那通常我们去那个市场买到的鱼啊，其实已经是第3手了，这里是第1手，所以很多人会来这里抢鱼啊、买鱼啊。那这是第1手，第2手呢是带到鱼市场，第3手才到平常的传统的市场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今天很高兴访问到这个算是我们这里的老板。老板，你好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我们是那个哈港也有2桶啦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我们老板带我们过来看一下，现在大家已经在抢鱼了。对，你自己去挑，自己去选好的鱼拿过来这边放秤。那你如果说想要叫我这边帮你处理的话，也可以，我就帮你处理。所以一般来这里抢鱼的一些人是以哪些人为主？有餐厅的、鱼贩的，还有一般人呢？一般人都可以。鱼市场你要有那个鱼贩的执照，对，你才有资格去钓鱼喊鱼。但是在我这边完全都没有，而且价格全部都是固定在那边，1个月变动1次。哦，了了，看了价钱哦吼，每一种鱼种的价钱都不一样。要杀价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鱼要不要帮你处理？哦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像龙虾哎。对的。厚身吗？厚实，而且真的很像龙虾肉哎，好 Q 弹哦。好逗耶。你要有那个鱼贩的执照，对，你才有资格去钓鱼喊鱼。但是在我这边完全都没有，而且价格全部都是固定在那边，1个月变动1次，所以说是清清楚楚的。是的，童叟无欺。对。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阿公姑，你看哦，有一些人他拿着那个木板，有没有？然后可是有的鱼你看到啊，离你比较远，怕抢不到，就拿那个木板条那个勾过来。哦，爱发动片呐。对。你家可以买嘛该？昆时节啦。有买嘛该？薄片啊。薄片呢？恰章。还有嘛该？还有马吉啊。看有个时节好吃就买什么。吃的料可以买哦。看这条鱼好漂亮哦，你看。哎呦，你看，很强哦，你看。亚味天太子呀，味道会买张族多亲奇嘅鱼嘅，当食材对美丽嘅男种类鸦片买。佢讲啊，鸦片嘅价值比市场还较便宜，口提有钱，还动酸嘅货。类鸦片买鱼嘅，差唔多都系接类嘅人，竟比薄片鱼足多贴片多，差唔多沙一篮，大家就讲穿到位。哦，了，看了价钱哦吼，每一种鱼种的价钱都不一样。要杀价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鱼要不要帮你处理？哦，我想说这里还可以杀价，还真好嘞。老板问你说要不要杀，一样的鱼种摆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要先让你看一下。好了，看一下。库的0.39有没有？那就是篮子的重量。我要拿一个篮子上来称，有没有刚好归零？归零，看到没有？童叟无欺，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剥皮鱼，剥皮鱼啊，同类的放在一起称这样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价钱是怎么样？我怎么看？这个是大的，1422，1400，500块。哇，一只才500块。这么大的剥皮鱼，你在餐厅吃起码要2-3千块。我跟你讲，一只现在这里卖500块，500块听。在市场看的剥皮鱼有没有？一定是没有头的，对，去头的。为什么去头？因为它那个是冷冻的，它冷冻过的，它不要让你看到什么。我刚才我煮一定要乌黑的才是新鲜的。答对了，对，这种鱼清蒸、煎、煮汤，全部做的，也可以做生鱼片。哎呦，看做沙西米呀，一定是最后生的。它吃起来的肉质跟龙虾肉差不多。哎呦！头家，你讲的是真实嘅行起界啊，糖多小众，上色到过模。从亚南生鱼嘅咸咸嘅有食味，咪强涨700元天，重点是纯天然、纯野生。有青岛人咪係認證安尼嘅原因，變來呀呢？
孔锵的表哥。孔锵的表哥，他本名张永轩，庄永轩真名我哦。叫庄阳斌，你叫你广东话没有？我姓庄啊。庄什么？庄阳斌，你要统好会吗？天水啊。天水统好不好？那个是那个小木屋的老板啊。老板哦，哦，条街很近哦，这个来了，南庄，南庄最有钱的就是他。哎呦，南庄最有钱的就是他。这样子买太少了，再买多一点。啊，真的哦，你要杀吗？要杀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全部加起来有没有？啊，来，你看全部加起来多少？多少？6.7公斤。6.7，那就是杀这些鱼的工钱是60块。60块乘以。按照60条啊，全部帮你处理，全部处理的好。对。条哥，你真的会做生意啊？真的会做生意啊？汤姆斯啦。哦，汤姆斯啦。客家话汤姆斯啦。你说错是哦，你说讲错。错，哎，错是错啊，唔对啊，错是错啦，啊错是对，啊错，谢谢你教我错，哎错，贵太多嘅鱼唔是20分鐘就本日搶搶搶嘅，小眾要搶到1米，講係愛食可那親切嘅意思。我剛才聽老闆講說，他這個魚啊，吼，做沙西米，給它咪頭啊，懂搶開龍蝦的味道。對，真的還假的？真的。你現場幫我處理好不好？處理就可以。來，好，我們看一下這剝皮怎麼來處理。好，脫衣服了。哎呀，脫衣服了，脫光了怎麼辦？不好看了，光溜溜了。哇！我第一次看到剝皮鱼这样扒皮。对，踢把昆豆，扒皮对。好，我来开始杀了。哦，好漂亮，美泡泡。泡泡对不对？米都冲龙虾，这个哦，很好奇它的味道。哇，这在餐厅都没有这样的服务。你们看一下。哇，好漂亮！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像龙虾哎，真的哎，像它的样子又很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龙虾沙西米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懂冲哎。沾一点瓦萨。厚身吗？厚身，而且真的很像龙虾肉哎，好 Q 弹哦。好丢脸，太好吃了。真的 Q 弹，都弹出来。全部叫出来。啊哦，你看看啊！而且你看看，哎呦，哦，来试看看。我都想偷吃，好吃哦。好吃的，好吃哦！哎，米头这里懂冲龙虾怎么样？真的很像龙虾。对。哦，而且它比龙虾更有嚼劲。对，很结实那个肉。很新鮮。唔是上過薄皮魚還做得安尼身呢，2-3年以後殺定以後停唔下來了。從安尼嘅鋪賣方式，當日下晝天時結合，想愛買嘅觀眾朋友，咪做得來一轉搶魚嘅資料喲。離開香山，小眾老二條要夾夾乾定雙白，轉到桃園觀葉，愛燒嘅另外一種魚嘅，亞種魚嘅做唔得食，是看獎天，韓家當面都貴閃閃。還接出國比賽得到冠軍，學亞種魚嘅太公神啊，咪係按下個鄉親咯。條架都邊位？來，讓我介紹吧。條架，哦，你好，哦，叻人了哦，冠軍的獎牌你看到嗎？好，落魚總冠軍啊，拿到第1秒不按電單的。這個要打敗很多魚才。你們雙波有效，獨佔鳌頭。學下經理啊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條件？其實就是一個管理，水質的管理就是第一個它的含氧量。含氧量。固定要去清理它的那個沉澱，就是魚的排泄。要去把這2個做好就好了。那跟家裡養金魚很像啊。沒錯，就是一樣，只是放大版。對，就是把它放大。哦，環境好，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會忽略，所以沒做好。頭家係加咗當強鬆嘅用嘅，其實啦，學風經理就冇咁簡單，唔但請愛自家編組，還愛學態學裝，還較重要嘅係愛本家發射動靜，也真係技術。看到嗎？哎呦啊！你看，喊開哎，喊開哦，很強哦。我不相信那次是經理，太大了吧？我學哦，用熊按開，還有哪個經理啊？他的身價是要看哪個地方？假設它是一隻白色的魚，我們把花紋放上去，有沒有對稱？越對稱，
颜色越鲜艳，它的价值就越高。对，然后你要能够把它养到很抛，就 stronger 就很 man 这样子。很 man， 就是那种鱼就是很难。哦，它的价值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价值。颜色呢？黑白分明，不能有一点点黄黄的。哦，它就是白，就是很白皙透亮。那是要只有它跟红就好，还是还要有木威才好？其实不一定，不一样，应该是种类的不一样。种类，目前来讲最贵的一只曾经卖到多少钱？我知道是在日本拍卖，日本拍卖的。多少钱？就上个月拍了4100万日币。4100万日币，哎，1000万。终于买一缸木诶，算可以比1000万呢。但你一家卖过最贵的一条几多钱？可以说，可以说，很怕被。不好意思讲。几多钱？不好意思。你偷偷跟我几十有了吧？几十有？哦，几十亿吗？几十万？哇，这也可以买还好我没车嘞，跟你讲，买茶。没有跟你讲说70万。吼，对。哎，冇礼貌啊！头家先管头多几件啲卜卜白话，夹夹继续收结。我们来猜一下哪一只最贵嘛？错，你团一张，来团一张，好，到时候请头家来揭晓答案。哎，你骂啥？它比较价钱比较高，它狗哦。帮我先选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我现在2个很难选。这真的有几贵，而且是超出其他很多。哎，里面100万哦。哎呦，一张100万。一张100万哎。哎呦，该你等一下会抹出来嘛？你等一下会不在这里吗？我都住在这里。我有看到那边有网子说可以捞。哎，你捞一个回去哦，好不好？100万。一年不是走铁路，100万。好，我先选。看大小。我刚刚一直在注意那个铁杆的这个眼睛，在看哪一只。里面也有。好，我就这一只。哪一只？这一只最肥的。啊！这一只。可恶！你我刚刚有想那一只说。哪一只？那就这一只好了。黑的，有看到哈？来，先摸你哈。我们2个有选中吗？有没有选中最贵的？有人选中。真的吗？好，我们2个有一个选中，价值100万的礼物哎。选到可以带回家吗？都带黑骂傻呢！来，你到我们后面来，把我们选中的人手举起来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选手吗？好，1、2、3。眼厉害啊！哦，哎，你眼光很好哎。为什么那一只价位最高？有中乐透的感觉。100万。他现在不是说他现在就值这个钱，这种鱼是你慢慢培养，它以后就会达到那个境界。哦。因为大家喜欢鱼，就是说我们为了把鱼养到这样子，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。那刚刚所选的这一只叫做大正三圣，在日后的培养，细心去照顾它，我们都做到我们刚刚该做的管理跟饲料。它日后就是能够发光发亮，它就是跟那个宝石一样，在水里面有很漂亮的。那我那一只也不错啊，未来之星啊。那一只在3年前，它其实就已经拿过很多次冠军。哇！其实这里面的鱼有很多都拿过冠军。那我那一只为什么会输它？我是未来之星，你是冠军。我是以前的肉铁8S的冠军。新的一代接班人是分你的，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依旧在，但是后浪会越来越更精进。下次就换你来主持，下一季。等我学好一点。我讲错话。啊，中国你要当我的心脏。你说我那一只也曾经价值有到那个地位，是，只是现在退下。其实它现在也还是有那个价值，毕竟他刚才所选的是因为他还年轻，所以他还有后面的空间。真嘅冇想到，按客家乡亲要按到人唔知嘅強人呢。頭人唔講哦，要上市公司嘅睇頭家，咪拜託亞比退休馮經理，求啲亞比同度呢。經比拜訪以橋嘅家鄉，按看到嘅望強樣嘅海船客家風情，行較重要嘅係看到嘅了無家畜，招待老祖公嘅遺血，200人年唔分家嘅團結精神。老祖公辛苦打拼開墾，後世子孫愛惜福，愛感恩。